嘉义在地表演艺术团体三麦堂有一身合作时间女性的布袋戏红仔是真出名。红仔戏衫顶悬用真侪春仔花装它。三麦堂即阵是举办免费的春仔花教学，要推广因的布袋戏甲一项传统的手工艺。大人囡仔大家拢专心甲手中的线一链一链营造春仔花。嘉义县在地表演艺术团体三麦堂最近免费举办春仔花体验的课程，推广这项传统手工艺。蛮不错的啊，因为那个材质啊、线啊都蛮特别的。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也很新奇，然后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注意力，我觉得不错。三麦堂创造的精工布袋戏红仔当中，有一身造型真特殊，合作时间女性。伊的戏衫唔但代表台湾数百年的历史演进，佮使用真侪春仔花来装它。时间女神捌对海军巡逻舰队去到白球展览。时间女神身躯的春仔花有300蕊，一蕊1000块，总共爱30万。所以伊是阮目前三麦堂的镇馆之宝。三麦堂表示，当初因为这身红仔，才有机会甲中华鹿港的施丽梅老师合作，了解春仔花嘛拄着传承的问题，所以举办活动来推广，希望民众认捌这项代表祝福甲喜气的传统手工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